后来乡亲啊，讲台湾平均13个人都有一个得到大肠癌，这个遗传基因嘛是真重要的因素。啊，目前面对癌症是会当透过基因检测，提早预防，对症入药。也毋过市面上基因检测的公司是真多，这个好歹嘛差真多，都要好好啊做选择。我们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。后一航2011年发现罹患大肠癌第3期，戏剧大师李国修扶着胸口演完最后一出舞台剧。综艺天王诸葛亮因为大肠癌病逝。台湾平均每13个人都有一个人得到大肠癌，是世界第一。现代人头一个健康的敌人。但小姐是大肠癌的日期已经经过化疗，手术切除部分的肠啊。我那时候照出来，医生是跟我讲是说 ，can 用肠子那么一圈。但小姐生活真正常，也毋过大肠癌却找到伊想要为基因内面找答案。这是基因检测研究生每一天分析几千份的检体，检测方法就是只要14、14岁抽出 DNA 了后，进行次世代定序，就会为内面找到突变的基因。基因突变的意思是代表说，你可能某一个碱基跟别人的碱基的排列的序列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有可能会产生，也许是癌症或是一些先天性的疾病。以大肠癌的患者来讲 ，KRAS 基因会使抑制肿瘤，一旦啊突变，颠倒会刺激癌细胞的成长。基因检测会使帮助医师找到突变的种类，拟定适合的治疗策略，对症下药，也是有效的追踪预防，是精准医疗的新趋势。除了肌瘤遗传以外，夯的钱的生的物件嘛是大肠癌上爱强烈的诱发因子之一。大可人风险比一般人高1倍到2倍，另外也有15%的人跟遗传有关系，发病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到4倍。有些癌症可以利用基因检测来找到它的致病因子，但是前提是检测的单位必须要有庞大的分析数据，才能够进一步解码基因，而且还要有专业的医疗团队。必须承认，那这个里面因为技术力的关系，所以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些从事的这些厂家里面，当然还是良莠不齐的。有真侪人看到这条大片，市面上有30几间基因检测公司，体检几百种罕见的遗传疾病甲癌症，一套介绍为5万到几10万不等。报告预测得到癌症风险的几率甲倍数，到底因的背后敢有医疗背景，已经引起卫福部的注意。如果他要采到一些疾病名称，然后所预定可能未来几年内会发生，其实这已经涉及到医师法28条，你不具有医师资格，你却出具了这样子一个诊断证明文件。那这医师法28条的部分会来做处理。That less people have to say goodbye too soon to people they love. 2015年，美国出名的女创业家霍姆斯，捌被称之为女版的贾伯斯。伊声称讲研究出只要一智慧就会进行200多种的检验，为血糖到癌症，得到各界大力的投资，公司的产值高达90亿块。最后证实讲这是一场骗局。那呢，基因检测敢会变成有心人独立的工具？基因检测呢，跟有效率来讲可能差不多在6成到7成来讲，差不多这样子的反应率而已。对于某些疾病，你其实不用做基因检测，差不多也在6成7成。所以这样变成基因检测给我们的讯息就会不足，所以我们希望是更高的基因检测的准确率，但是这个还很多要去克服的。医生讲，癌症甲基因突变有关系，检测是参考的工具之一。虽然无法度做到100%，也毋过对着治疗策略的拟定，也是疾病预防，拢是未来趋势。民众体检进前，会使先甲医生咨询伊的必要性，才袂开冤枉钱。